中等等，目前拢在继续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一阵透过旅行社组团去克罗埃西亚佚佗的民众哦，甲旅行社发生纠纷，因今仔早起平安回国咯，率来争议就会交予品保协会去处理。负责的纵游旅行社率来有2个欧洲团哦，品保协会评估因为缴款的问题，应该是无法度继续出团，观光署嘛来调查，看安怎来处罚。 对克罗埃西亚经过维也纳转机，团员互拆做2班无同款的飞行机转来台湾，阁有人机位互降等级。我们搭好经舱，结果我到最后，昨天上飞机，居然被告知说，没有啊，你是经济舱。是说有苦难言，好不好？有苦难言，旅行社要负很大的责任吧。 已经进行险险无法度回来，代替付180万以上的台票，才当继续行程。往回机位又阁拢有问题，团员经过这个代志，看起来真忝。原来观光署甲品保协会初次到纵游旅行社业务检查，发现这届出问题克罗埃西亚集团旅行社大部分的钱拢无纳入清楚，随后阁卡2团欧洲团，有1团已经收定金。这个旅行社它后面呢？ 还有2个欧洲团，应该也不会继续出团。在没有团在外站的情况之下，后面的处理会相对比较简单，就是谈说这个旅行社它要怎么样跟这些旅客好做相关的这个赔偿。有旅行业者讲，这名纵游旅行社负责人施峰，过去也捌甲旅客有过类似的争议，收钱了后无安排好行程。 面对这届克罗埃西亚突出的争议，施峰敢若回应讲，这个钱也未算好，其他无方便讲。我们里面有增加东西，也有减少东西，对呀、也还没算清楚所有的那个后面应当要付多少啊。观光署已经介入调查，随后依照消保法甲法定观光条例，请旅行社陈述意见了后，看违规的情形进行裁罚。 根据法定观光条例，甲旅客偏伫当地无法度回来，上悬会当罚1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环境部上新的调查发现，讲咱国内。